野外飲水想要安心，你一定要識 Caradite BeFree Water Filter 啊！呢粒瑞士製造嘅濾芯採用中空纖維技術，符合美國 EPA 安全標準。水穿過管壁就會濾走99.99% 細菌，飲用山水自然更加放心。佢流速極快，每分鐘濾到2公升水，真正做到即知即飲。補水唔需要慢慢等。佢清潔仲簡單啊，只要放喺水入面揈下去就可以沖走雜質，令濾芯恢復流速，唔需要工具㗎，1秒搞掂晒。超輕量得63 gram， 捲起嚟就手掌咁大，放喺背囊又唔壓位，絕對建議大家露營行山帶埋佢㗎。佢絕對你行山露營補水好幫手，快啲去 JTT Wildcamp 度帶佢返屋企啦！